代替南回线屏东枋寮到台东要电气化，伫这个月23要通车。枋寮车头车帮会增加，若即阵啊，大家是小坐去坐南皮火车，也有看火车驶头的画面，拢嘛走去枋寮车头看。火车尾稳稳啊驶入去专车盘，原来这种古早食油的火车驶头，拢靠这个专车盘。原地每一天透早甲下晡，伫枋寮车头会使看到罕见的火车驶头的画面。不过23迄天南回线电气化通车了后，就无得看。司机你若互伊逆向转去吼，伊看袂到状况，伊会烦恼啊。伊才爱固定4个人伫遮，哦啊来叫，啊若搁较大只的，像迄乌头啊。迄蒸汽火车头，迄搁较重，哦，啊，就爱叫加减啊，叫车头的人来找阮斗支援啊。枋寮站是南回铁路的起站，才有专车盘设备是真罕见。早期无电，爱用人工刹车盘。即马这种古早时代的画面，强要无啊！民众来枋寮站怀念古早时代，有的搁来坐南皮火车。细汉的时阵啊，坐这火车啊，即马来怀念一下啊。无这个火车就要走进历史啊！嘛是因为南回线电气化要通车，枋寮车头逐天一班的南皮火车，就算是平常日已经加挂2节车厢，嘛满拢是人。伫枋寮站已经36档的驻青员工，对这班普通火车的感情阁愈深。带伊坐这抓佚佗啊！迄拢开窗啊，所以入棚空的时阵吼，较早是采油，伊会烟啊。迄个烟啊，你若过棚空过，就规个会乌烧烧安尼啊，迄就是一个回忆啊。就讲这班车有因妈孙仔3代的回忆，即马看到这么侪游客抢要坐，怀念古早味，枋寮车头嘛变甲热闹，伊拢会主动甲游客斗翕相。该唔甘啦，因为总是陪咱遐尼几十年安尼，啊，虽然人客多，也是。以前是寥寥无几，会感觉讲无菜是安这段所在遮尔的水，啊无人会去甲注意到啦。配合南回线电气化，枋寮车头当咧整修月台，未来提升变做2顶站，会增加普悠玛自强号的车帮。地方嘛希望古早味的专车盘，也是南皮火车等等，会当保留带动枋寮的观光，和枋寮站搁再一摆热闹起来。记者陈亚军、刘伟做，屏东报道。